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曹有欣。27秒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防止非洲地震，行政院宣布，伫遐袂使抬、袂使运送禁令，搁再延长10天。今日东北季风变透，东北部感觉凉冷，食风的所在雨会落到拜三。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亚洲，今日去到马来西亚，要见证泰国甲柬埔寨签和平协议。台中市场验到非洲地震，行政院长杜永泰今日表示讲，病毒暗作其中单，袂使带伊，伫遐袂使抬，袂使运送至禁令哦，会搁再延长10天。也即马台中第一回疫情调查是无发现讲有异状，农业部对明仔载开始会配合地方政府做第2轮的查访，来确保讲这个病毒袂来乱开。台中5街市场经过确认为着非洲地震病毒，行政院长杜永泰26早起也来到中央架地方的应变所，并且宣布第2阶段逐渐计划5项新的工作。在潜伏期间，除了不能大意之外，是没有太多的异状的。但是潜伏期间，我们绝不掉以轻心，我们要延长整个禁运禁载的时间10天，再延长10天。杜永泰讲，除了严格来防疫、延长禁运时间以外，也包含落实疫情调查、精准研判，也佫有喷的清温安全有特殊甲验收边境，继续查控这工作。因台中市府也讲，全全市168市场甲40个关联场已经完成检验，无发现各样。未来几天也是重要时期。台中市我们现在是采取高强度的防疫工作。那我们希望把整个的事件锁在这个台中市里面那不要外溢。那第2个锁在案发的这个场那这是我们的目标。卢秀燕也讲，全台中外部升级人员厂正常运作，也成效良好，护林团员正做防疫缺失。另外，非洲地震感染源，敢若亲像就是来自5车清洁队所提供的喷。环保局讲，这喷拢是跳步场依法标卖。第一时间我们就有确认我们的无期清洁队确实有贩售。那过去也一直是大概10年的时间，每年就标售。那刚好也是无期的这一个案场。行政院讲，正会加强喷的清温处理，并且定下标准流程，全力协助安全气化。未来10天会以5天为一个周期，来定下逐渐的计划，并且随时来检讨，开始来防堵非洲地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新店金秀社区金秀路49巷拜六透早，这个社区顶悬的挡土壁是放弃。目前大约49户117人来强制撤离，今日早起，住户是有先去转厝来款物件。也所落来呢，可能阁会来落大雨，工务局会24点钟来监测这个山壁的变化。河东土壁弄掉的公户住户，拜日早起定会徛喺外口，请消防人员用油压计破坏门窗，可以继续用上等厝内摕贵重的物件，阁想一步爱安怎做？完全不可能住了，我那一间已经压到了连门都没办法进去了。如果去外面租房子，是不是可以补贴一些啊？在附近再开一个收容所，就是居住不会有问题这样，然后再来想下一步。目前新北新店金秀社区差不多49户117人爱强制撤离，当地区公所会先协助居民安置。新北市工务局表示，拜六已经伫房客所在顶悬设3个监测点，到目前为止拢是稳定状态。已经破损的挡土壁会先清除，回港压降水了后，搁拆掉。另外，边含加固有2种方案。第1个方案是照原本的设计做挡土壁，暗过风险悬；第2个做法是用楼梯式拍白砖，安全性较悬，暗过时间长，对民众影响会较久。这个清土跟降水压的这个工作的部分，我们在目前呢估计大概7到10天可以告一段落。现场都有装设的3台的即时的 CCTV 的整个施工状况，包括府里面各级长官这边，还有顾问公司这边都有在协助，在做一个协助跟一个监看。目前一直处在非常危险的状态，那我们只能透过严密的监控以及一些解压或者是重物压制的方式来避免这个灾害扩大。新北市工务局强调，面对山区以往可能出现较大雨势，以24小时监测，每点钟汇报变化，确保当地民众的安全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
也今日暑假，高公局预测讲，国道5号上北宜兰到边南的上盖塔可能会塌到暗时，也因为东北季风变后，北部甲东北部会感觉凉冷，遮风的所在会来落雨，按算会落到拜三。也桃园以北甲东北部这边呢，可能要等到拜4过才来出日头。大台北市区早起小可有冷雨，也毋过云较高，又无看日头。礼拜开始，东北季风搁再增强，中部以北气温来到21度，遮方面也继续落雨。气象署发布大水雨特报，离咱贵人北海岸、大台北局部地区也是要注意大雨。房山甲罗州预计这波东北季风会继续影响到拜三。其中周2跟周3这2天，在宜兰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状况，雨势还是比较多一些。而且在周2的时候，包括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也是会有一些局部大雨的情况。拜4到拜5，东北季风减弱，桃园以北到大台北西边有机会看到日头。不过，真紧到拜6，阁有一波东北季风报道，相反有水汽，温度会阁下降，低温来到20度，空旷所在有机会看到10几度。路况部分，休假日早起，国道5号早起就出现上北车流。目前大概时速维持在时速60左右。那我们预估呢，大概从现在到晚上的9点、10点左右，国5地区会持续的来做一个拥塞的状况。今日国一中华路段、甲苗栗甲湖口路段，有计下晡3点到5点，也一波上北车流。高公局提醒用路人，因为局部路段天气不好，行车一定要开车头顶，保持安全的距离。记者综合报道。陆军对10月25开始展开操演，头尾是7天6暝，来加强部队指挥统合，也阁有作战应对的能力。也讲陆军司令部迄搭桃园龙潭大汉营区遐的大礼堂、中正堂变做中兴堂，就互人质疑讲是配合转型正义，要甲县长的拢总摕掉。也陆军司令部是讲因为营区内底无建筑物使用陆军军方中兴精神来号名，才安尼来改变。2个半暝就算一直落雨，陆军战车驶入市区，正式展开7日6暝601号操演，由北部增加54支旅加中部机部23小旅，执行士兵对抗演练，规模比以前升级，来强化部队指挥统合加作战应对能力。陆军司令部所在桃园龙潭大汉营区有新的改变。国军113年度陆海空联合婚礼日前分别。以前办官兵联合婚礼大礼堂、中正堂传出已经改名做中兴堂，和外界支持军方配合转型正义政策，推动气象化。陆军司令部澄清是考虑营区内无向陆军军方号名建筑，所以配合生活设施甲环境更新，将办公大楼2边场馆分别号名做中兴堂甲正式馆。持续强化官兵爱国信念与精神教育非常重要，更名为忠诚堂与金石馆，希望勉励全军忠诚为国，忠于陆军，忠于国军，忠于国家，而无愧于职守。民进党继续处理违反向丁，立委林熙锦、王岐川最近联名提出废止中正纪念堂管理处组织法，规划将中正纪念堂转型做民主教育园区，有希望在1辈立法议会创关复会审查。从2021年开始，民进党已经推过5次，而且都复委以后应该要审查。民进党的召集委1次排都没有。包括以前民进党一党独大，在立法绝对多数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把这个案子排到委员会去审。请民进党不要一直在打假球，不要一直意识形态。根据了解，国民党、民众党倾向第3党进程，未主动中正纪念堂转型相关法案，看民进党教会是不是积极排案审查。记者综合报道。今日中英航空办马拉松的活动，天也未光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成员呢，就已经去到现场手也漂移，呼吁中英针对空服员的请假制度要有具体的改善方案，也针对工会的诉求，中英的总经理伊是无加做回应。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成员手也漂移提白玫瑰，甲参加中英航空马拉松活动的跑者形成真明显的无同。中英航空总经理孙家明出现在活动中，不过对工会抗议并无做什么回应。总经理，你的员工在下面，请你正眼看看我们。枪声响起，大家开始走，活动是照常进行。不少跑者也替场边的工会成员来加油。中英航空空服员破冰特群不幸过身。公司高层虽然对外行礼系实礼，不过工会认为中英对改善空服员的请假制度，也有工作上的困境，依然是无具体方案。
工会理事长张思源表示，空服员一天的生活就敢若像一场无终点的长跑。我们不是为了争取特权，我们要的是被尊重、被了解。请假并没有错。空服员部门的主管总是说，都是因为你们自己爱请假，是你们表现不好。在我们的职场，请假照顾自己，请假照顾我们的家庭，仿佛是一个犯罪的行为。跑车分阶段处罚完了后，有工会成员行过赛道来到舞台搭票据，一度遭到警方阻止。工会也有过抗争未停止，30个继续到劳动部头前来抗议。对工会诉求，中央航空也未回应。不过，第24个记者会除了公布调查报告，也指出会建议强化未来事务长加副事务长伫机顶及时解除组员任务的机制，也有年底进行调整这个考评制度。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亚洲，今日早起10点是去到马来西亚，准备要见证泰国甲柬埔寨签和平协议。川普讲这是伊推动的成果，也下晡会来参加东协高峰会。早起10点，川普专机到马来西亚机场，准备参加东协高峰会。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来迎接。川普手会举2个国旗，真好接主人民主。川普出行上看重的也是伫家己社群网站有过的，是见证泰国甲柬埔寨今年7月停火了后签署的扩大和平协议。川普讲，这是伊家己所促成伟大协议。签署仪式原定是2日较晚来举行，不过因为泰国皇太后施利吉前一天过身，为了配合泰国总理阿努廷的要求，改伫川普到位了后随进行。川普也伫伊的文章内底向伟大的泰国人民表示慰问。泰国甲柬埔寨长期因为边境问题背下，今年7月爆发5角的冲突，造成20多人死亡，有50万人离开故乡。川普以关税施加压力，必须双边来停火。不过，双边协商永远徛伫遐，两国家7摆签署文件，叫做《泰国柬埔寨关系联合声明》，而毋是川普所讲的和平协议。区域无安定，真做本届东协面临的一大问题。对东协来讲，川普来到马来西亚，并且参加峰会意义重大，因为东协国家多数是真挖苦出口的经济体，受川普关税贸易战严重冲击。不过，这笔川普因来到这，让人小看友军关系，为日后协商带来帮助。东协7摆会议焦点是贸易多边主义，并甲新兴盘建立更加亲密关系，同时应对川普全球关税攻势影响。二楼伫峰会开幕式也签署文件，加入亚洲上少年的国家东帝汶。正做第11个成员国。公视新闻施会长编译。来讲，高雄林武有一间庙昨暗闹热办庙会活动，虽然讲有申请落款，不过炮案呢放上过济，到10点过也是真大声，也一个炮案虎甲本所是几路影响到交通，就去互附近的居民来检举。市府是讲会针对各项违规开出至少6张的罚单。炮啊声真大声，网友有案件5公里外拢听到。高雄政府8条东路有公庙25暗时办庙会，虽然有申请落款，暗过活动沿路放大量的炮啊，互居民是真困扰。超大声啊，听不到讲话声啊，超级霹雳无敌大声，而且放了3次。炮是在这边放，然后我家在上面啊，它是刚好在我家阳台炸开这样。真的啊，你没吓一跳？下很大力。炮啊抛开路点道，唔那炮声扰民，拢是烟雾。各路大量的炮啊虎虽然标榜派人清理，有网员看到真侪粪扫伫路边，炮声一直到暗时10点过后，也超过落款申请的时间，引起真侪检举投诉。产生明显粒状物，违反空法32条规定；晚上10点过后使用扩音设施，违反噪音管制法第8条规定；令炮屑未清扫，违反废氢法27条规定。欲使人在道路举行活动，且在道路堆积置放妨碍交通物品行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2条1项多款规定，均已依法告发。日日透早到公庙庙方之外，无伫现场部分活动设施也被拆掉，路边也有小花粪扫。高雄市府会针对妨碍交通、空区噪音甲粪扫清理这问题，开6张以上的罚单，也呼吁公庙办活动时阵爱考虑周边安宁甲交通，接待交民。记者综合报道。
也台东历史崩坑有一栋建筑物，看起来那城堡，起10外栋，刷工也起袂好势，肯定伫遐远哦。也里长呢，就惊讲会去影响到环境，会去影响到安全，是想办法去找到地主，要求讲伊爱来整理，那无哦，就会按照法规来处罚。伫台东市区有名的绿色崩坑公路边，有一栋外观看起来敢若是城堡的建筑，不过敢若起到一半。外壁也有电啊、甲食物这物件随落，敢若远飞去啊！来往的街路人甲附近的民众拢真好奇，到底是要起做什么款？像城堡吗？算是吧，它是应该是要盖，原本是要盖城堡的方式。是啊。附近的民众讲，这栋建筑起有10年啊，地主是台北人，起到即阵拢也未起好。当地南蒙里里长讲，百有民众反映，建筑工地位离，伫清水拜风台期间拢吹走是真危险，也过一直找无地主。今年真无简单，经由房屋中介联络到地主，要求清理杂草甲即个危险的建材，也希望地主会使加强处理，避免拢无人管，会防依照废弃物清理法，也有相关的建筑管理规范来开发。哦，之前因为他用那个围篱，有没有？每次台风的时候都飞出来，然后就这几次都一直帮他移，然后因为没有地主的联络方式。伊有这栋城堡甲周边建筑来比真特别，不过平常时无人管理，可能引来好奇民众聚集。台东县警察局讲，为了避免这栋建筑真侪治安无好的所在，会无定时安排巡逻巡捕来巡逻，维护当地治安。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你敢知影地方这个社区哦，咧经营是有社区规划师咧发的，也屏东县府今日就举办社区规划师的成果展览，颁奖予这个社区营造表现真好的团队哦。其中就有2个社区呢是摕到国际金奖，展现屏东在地创新的能量。然后你进到里面以后，从里面往外看是这样子。详细讲解古厝的特色。这座未来正好伫坎顶乡未来村，原本是地方老乡长的厨房，已徛家有超过80年的历史。因为建筑保留地方气息，伫社区规划师的协助之下，经过2期的改造工程，加入新的彩绘壁面，保留旧的经架，让这间老乡长的旧厝得到2025法国设计奖金奖，以及2025庙史设计奖室内设计类金奖，替屏东伫国际舞台增加显光。社区活化，那一些社规师，然后跟一些专业老师的那个建议，那我们就把原来的样貌再呈现出来。那也提供给社区做一些活动啊。另外，也有内埔爱寮社区发展协会，甲一般公园道路边的空间重新设计，转变做食农创新基地，提供大人囡仔入捌野生菜色的体验空间。屏东县府城乡处讲，对104年重启社区规划师的辅导计划以来，已经培训382位社区规划师，打造370搭社区创意地点，辅导112个社区。尤其对107年开始，有22个社区得到国内外38项影视奖项。当阮若去用看到的时阵，阮半暝嘛会起来做，这就是社区介重要的一个力量，嘛是咱志工上重要的一个力量。我们从社区做起哈，每个城、每个乡、每个社区，都能够有自己的特色，都能够跟上世界。这摆的社区规划成果展览，总共有8个社区团体摕到6个奖项，有开收社区奖、永续维护奖、地方文化奖。得奖的社区拢发挥创意，表现地方故事，和环境改造结合文化传承。县长周春美讲，每一摆社区的改变，拢是居民甲专业团体做伙拍拼的成果，嘛是属于屏东的骄傲。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台湾电影《左撇子女孩》伫咧罗马影展摕到最佳影片这项大奖，也导演赵西北导演感谢评审团的肯定。This film began as a very personal story and took over 20 years to bring to the screen. To have it embraced here in Rome, where cinema and humanity are celebrated so beautifully, means the world to me. 左撇子女孩讲一个单亲妈妈带2个查某囝搬去到台北，伫夜车摆搭过日子，描写生活当中的艰辛苦境。也这部电影嘛要代表台湾拼2020力量奥斯卡金像奖，要让世界看到台湾电影的温度甲力量。这几天食菜的人变多，去到野外慢过活动呢，就真受到欢迎。不过，这个果实袂当乱食的，若中毒甚至会无命。所以这个德国的专家呢，就带民众爬山导览，带因了解野果的知识。
色水正水的菇类伫咧涂骹摆规排，看起来正好食款。这内面有野生的百菇之王牛肝菌，有淡薄黏黏骨骨的红菇，芳蜜色的蜜款菌，还有食了有生命危险、有毒性的青色的死蘑菇。伫德国柏林西南边的波茨坦这个树林内面，有20几个人赶一个德拿伫咧内面行咧停咧，因参加的是蘑菇健行。替因讲解的蘑菇专家是75岁退休的气象学家毕福尔。So eine Pilzlehrwanderung ist dazu da, den Leuten Kenntnisse über Pilze zu vermitteln. Nicht die Körbe zu füllen in erster Linie, das ist immer schön, wenn auch da für den Esskorb etwas abfällt, aber im Wesentlichen sollen die Leute die Bedeutung der Pilze im Naturhaushalt kennenlernen und natürlich auch die Artenvielfalt betrachten können an den Pilzen, die man gerade so findet. 蘑菇本来是德国二战时期伫风险救命的食材，自新冠疫情了，去伫山顶采菇，成做真侪人远离社交接触的上好活动。甚至最近受到社交媒体真水的蘑菇的相片影响，大家真讲起，点点一开课就夜满。Ja, ich glaube, das ist die wachsende Aufmerksamkeit, die auch durch die sozialen Medien angefacht wird. Es macht eben Spaß, auf Insta oder auf Facebook das zu zeigen, was man wieder gefunden hat. Und das geht dann viral und die Leute wollen das einfach gerne auch machen. 公司比博尔带蘑菇的导览健行已经超过半世纪，伊正资深，也常常有病医请伊去斗相共鉴定，敢若是食到菇中毒的个案。Das gefühlt gar nicht so viel giftig ist, wie man denkt. Also und vieles, glaube ich, in Maßen genossen wäre eher ein kulinarisches Erlebnis, aber ich traue es mir immer noch nicht zu und habe das Gefühl, es hängt vom Wachstum und Stadium auch ab des Pilzes, auch Farben und Maserungen und so weiter, lässt sich nicht immer eindeutig sagen und das wäre mir tatsächlich immer noch zu heikel, da experimentell zu werden. 伫咧德国上传统的食法就是将牛肝菌属的菇用麦达煎好香，放伫咧烘酸面包顶头，搁再叫淡薄盐甲乌胡椒。不过，伫采菇的时阵，上好也是请教专家，才袂无细腻去食到有毒的菇。公司新闻王路梅编辑。观众朋友，咱来看下半晡的天气。北部地区22度至25度，中部地区25度至30度。南部地区26度至32度，东部这边23度至30度，外岛地区21度至27度。咱来看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